来看中华花坛乡第74架线甲这东外环道路附近的，对2024年到今已经连续发生3件这石虎路杀的事件。即卖为着要避免佫有石虎互车弄到，公路局是伫咧外环道路来设340米的防护网，希望会当引导这石虎行桥骹较安全的路线。 石虎摕伫快速道路边啊，已经明显死亡。这是2024年4月伫中华花坛第74架线发生的石虎路杀事件。想袂到2024年7月，搁再发生第2件石虎互车弄死的意外。经过保育团体甲公路局同齐参详，决定设防护网，避免石虎因为过车路发生路杀的意外。 伫迄个网仔头前坡遐有一只石虎去互车弄死，啊，甲斜对面遐嘛有一只石虎去互车弄死。小可较远的，较我山区一单仔尔，伊遐嘛有一只石虎去弄死。其实伫花坛都差不多有3只石虎去互车弄死。边啊，石虎较有可能冲出来所在先用围网仔来冻结，但引起讲譬如讲水沟坑还是崩坑会使过所在保育团体表示，花坛第74架线东外环附近，为2024年到今已经发生过3件石虎路杀事件。即阵公路局决定伫东外环8公里附近上北甲落南的路段设防护网，希望引导石虎行桥骹。工程预计伫月底会当完工。台74甲线的8.5K 道路的正手边和倒手边拢有设，啊，一边做170米。 目前也咧施工当中，啊，为着要保护这个石虎，所以做这个是有真大的帮助。保育团体指出，中华地区的石虎主要出现伫八卦山的浅山、毛路溪、乌溪附近。第74架线这边有地下山水，可能是石虎会来遮生团的原因之一。除了路杀，因也发现有袂少龙洞狗，也会威胁到石虎的生存。除了会继续监测石虎的活动情形，嘛希望透过防护设施甲栖地保育措施，让石虎会当有更较安全的生活环境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